洗衫店业者无用到加衫单日去洗，洗衫机一台一台拢无停过，因为台水公司的通知单顶写着25号要停水，一停就要30点钟，就算有4个水塔嘛无够用。今天收的衣服我们就是隔天要洗嘛。对，明天停水，所以说我们8月就要来洗了。就连剃头店买洗头毛嘛无法度，直接打广告休困2天。伫停水区域的部分店家嘛无奈，应该是没办法啦，就是哪折哪看就对啊。无水就爱休困阮嘛爱留阮家己要洗啊。国土署正伫咧进行河川治理以及排水伤hạn改建工程，台南市东区、北区、中西区、永康区、归仁区、关庙区、龙溪区、仁德区、新华区等区域，3月25号透早9点开始到26号下晡3点，将会停水，也是水压降低，受影响的户数将近24万户。那停水期间，应该要针对我们使用电动的抽水机的电源要关闭，也慎防火警。那第二个，如果在需要大量紧急用水时，可以拨打台水公司免付费的一个电话1910来做一个查询。我们在每一个里都设有这一个取水桶，那这个我们都配合整个里长一个选定的一个位置。那另外我们备有8台的一个水车来巡回补水。台水公司规划51位的临时供水站，提供民众储水使用。重达高档的水车嘛会持续加水，市府呼吁爱提前做好欠水工作，同时要求赶紧工程进度，量早恢复供水，降低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。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。